各位同學，大家好啊！等我嚟解答一下呢2025年第4個選修單元醫學物理學嘅第8題選擇題啊。一是中物，生物嘅半衰期，OK，即係我哋通常都叫佢做 bio 嘅半衰期呢，佢係9.45日，OK。好啦，咁而呢，佢其有效嘅半衰期呢，咦，竟然佢出咗嗰個，即係首先我哋去計算佢嘅時候，有效嗰個半衰期呢 effective 嗰個半衰期呢係2.3日喎，OK。好啦，求佢嘅物理半衰期，即係話呢，揾翻佢嗰個物理半衰期啦。咁其實呢，記得嗰條公式係點揾嘅呢？咁樣咁其實呢，就係1 over 嗰個有效嘅半衰期呢，其實呢一個做佢最終極嗰個答案嚟嘅。咁但係呢，佢而家呢就俾咗即係好得意嘅情況我哋喎，咁樣好啦，就係將1 over 嗰個生物半衰期再加翻1 over 嗰個嘅物理嘅半衰期，咁樣去揾嘅。OK，咁而家呢，嗱，平時呢就通常就俾呢兩個你揾翻最尾有效嗰半衰期，但係咧小心啦，而家係調翻轉嘅，佢而家就俾咗呢一個有效嘅半衰期我哋，又俾咗呢一個生物半衰期我哋，而叫我哋去揾翻呢一個嘅物理半衰期。好，咁但係唔太難嘅啫。OK，只要你小心就揾到㗎啦。照代2.3日，點解我哋唔使化翻做小時啊或者秒數啊啲咁樣嘅呢？因為我見到3個單位呢都同樣地係用日嚟表示嘅，無論答案，無論係嗰個題目，所以呢，我哋就簡簡單單用翻佢哋嗰個數據就已經 OK 啦。1 over 9.45再加1 over 我哋想要揾嘅物理半衰期。好，結果呢，就你會揾得到嗰個嘅物理半衰期呢。計數機撳到3.039，咁啊即係3.04啦，所以答案呢就會係 C。呢一年呢揀 C 嘅同學仔呢就66% 嘅。好，希望你都識得做呢一題題目啦，同學仔加油啊！拜拜。